疫情严重期间，大家医护人员拢真辛苦啊！这个疫情当咧滚假，医检署超时加班的情形也变甲真严重。虽然卫福部有宣布做一件 PCR 检有1000块的奖励金补助，不过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医检署初7做回来到台北市议会门口抗议，这病院甲奖励金分配方式修改，所以拢无含因在参详。逐工加班到半暝，病院发奖励津贴阁真久随。台北市联合病院30几个医检师初7做伙来到市议会门口来抗议，认为因无摕到应该有的钱。有一个地方发生群聚，早上通知你，下午就把检体送来。我们就非常临时收到这样的通知，就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发出报告，所以大家其实是很辛苦。医检署表示，这卫福部的医检奖励，逐件 PCR 是1000块。台北市联合病院甲工会原本伫3月有共识，即声互医检署，3声互相关人员，想袂到院方雄改做对半分，医检署敢若通摕5成，而且设定逐个月领取的上限是22万，因感觉袂当接受。没想到他们直接把去年8到12月的奖励金用他们的所谓的有上限的方式来发放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：这个协商是3月的时候讨论出来的决议，去年8到12月的时候，医检师有没有依照过去的旧规则好好的加班工作？通通都有，可他们却决定没有，我们没有要打算发这么多钱。医检署不满检做啊嘛加班啊，所无法度摕到相对的津贴。机关嘛表示，人医的问题凸显的可能是各地方病院的问题，因嘛会继续集中协调，互第一线人员摕到应该有的奖励。人医是表示，因为考虑奖励金嘛包括其他相关人员，才会调整比例，会阁继续参基层协商，取得平衡。记者陈亚文、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。